大家好，今日我會講分銷策略。分銷策略就係企業點樣令顧客更容易買到產品。首先，企業要決定用咩方法去將產品由工廠送到顧客手上。呢啲決策包括運輸、存貨、訂單處理同佢啱嘅分銷途徑。我哋叫呢啲機構做途經成員或者中間商。佢哋嘅主要工作包括運送貨品、推廣、展銷，同時幫公司了解市場資訊。舉個例，如果有間香港手工啤酒公司，佢想賣出啤酒，可以選擇兩條路：一係自己開網店或者實體零售店直接賣俾客，一係放喺便利店同酒吧賣。呢兩種就係直接分銷同間接分銷嘅分別。佢講直接分銷之前，我哋要知道市場上嘅途經成員有啲咩。有零售商，好似文具店、便利店，直接面向顧客；有批發商，負責大量購入貨品，再轉售俾零售商；仲有分銷商或者買手，代表品牌購貨再賣出去，最後係代理。佢哋唔買產品，只係幫品牌揾買家賺佣金。好，臨到最重要嘅部分，直接分銷。直接分銷即係由生產商直接賣俾消費者，中間體經過任何中間商。直接分銷有幾個好處：第一，可以節省分銷成本，唔使俾中間商佣金或者上架費；第二，可以完全控制市場營銷，例如價錢、推廣方式、展示風格，全部自己話事；第三，可以建立同顧客嘅關係，直接傾偈、回覆留言，了解顧客意見，提升信任同忠誠度；第四，可以避免依賴競爭對手嘅中間商，品牌可以保持自己獨特嘅形象。但係直接分銷都有壞處：第一，小型企業可能冇咁多資源去請人、開倉、送貨，所以難以做到全面分銷；第二，自行銷售可以接觸嘅顧客有限，始終喺大型零售網絡更廣；第三，工作量大咗，要自己搞推廣、存貨、展示、送貨，時間同人手成本都會增加。總括嚟講，直接分銷適合想控制品牌形象、同顧客保持密切關係或者節省中間成本嘅企業。但如果資源有限，就要理清楚，可以考慮用間接分銷嘅方法。下集我就會講間接分銷。